2026年1月18日常年期第2主日，福音看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。恭讀聖若望福音1章29節至34節。那時候，若翰見耶穌向他走來，便說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。這位就是我論及他曾說過，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原先我而有，連我也不曾認識他，但為使他顯示於以色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。若翰又作證說：我看見聖神仿佛鴿子從天降下，停在他身上。我也不曾認識他，但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，給我說：你看見聖神降下，停在誰身上，誰就是那要以聖神施洗的人。我看見了，我便作證，他就是天主子。上主的話。若看見耶穌向他走來，便說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。這位就是我論給他曾說過有一個人，在我以後來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原是我已有，連我也不曾認識他，但為使他顯示於以色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。在我以後來，成了在我以前